各位贵宾、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我是今仔记者会主持人吴佩莲，非常感谢大家哦，中昼这个时间来到咱遮好的场所，做伙来参加我意外厝卡哦，咱这出戏礼拜日暗时啊8点、10点，伫个公司台语台甲华视的频道拢会当看到，所以今仔咱做伙来参加这个记者会吼。即摆是啥物时代？大家拢知咱即摆台湾是个高年华的时代啦吼。这已经足久啊，这毋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啊，所以咧，少年人一出来就爱问着啥物？要住倒位？你是要买厝，你也是要租厝？即摆大家见面拍招呼，你厝买啊未？你厝买偌济？你厝起偌济啊？哦，大家笑嗨嗨。但是要租厝的人吼，哦，头壳摸咧烧。所以你的厝头家是安怎，对咱的厝家影响非常大。所以即摆咱这个社会议题非常的重要啦。所以咱台语台甲华视做伙推出了即出我的意外厝卡。厝卡是意外得来，所以对厝卡来讲，这厝头家嘛是真意外，所以一开始大家拢无介欢喜就对啦吼。所以若是要带做伙，你爱知咱男女主角即马伫咧现场哦，30通伙啊，查某朋友、查某朋友，交往已经10外年啊，搁无要结婚哦。即马讲即句话，向的关你啥物代志哦？安厝头家吼，60出头岁啊，嘛是无结婚，关你啥物代志哦？即摆吼带做伙会发生啥物趣味的故事，咱即出戏等下看，大家就知影。当然，咱有即摆即个机会拍即出戏哦，非常感谢咱所有长官甲咱的制作团队啊吼，咱所来一一来唱名，咱请看着嘛，等拍一个招呼，下一个手的吼。咱首先介绍今仔日莅临现场的是咱台语台的女台长，欢迎女台长来拍声鼓掌。再来介绍咱华视老总经理，总经理你好。啊，佫有咱即出哦。要安讲吼，用尽心血来制作团队，咱介绍制作人王秀贤，王制作人，啊，甲进行制作陈小茹，啊，甲咱的香德的黄碧荷，黄德的，啊，甲红碧荷黄德的，甲黄俊杰黄德的，香德的吼。啊，当然啦，这非常的无简单啦吼。啊，即出戏吼，要哪精彩，要哪好看，大家就知影吼。当然，咱利用这个机会，咱请咱的长官上台，有咱讲几句话啊吼。首先，咱邀请的是咱台语台的女台长上台，由阮秘书有请女台长。感谢华视吼，制作这部我的意外厝卡吼，感谢我咧转过去。啊，感谢制作单位吼，遮用心来制作这支片吼。啊，台语台真荣幸会当甲这支片当做阮今年度的算换仔大戏。啊，上重要是这出戏会当收视率吼千啊亮，感谢。感谢你。再来，咱邀请致辞的是咱华视总经理老总经理，咱拍声欢迎老总经理。台长，啊，搁在座的各位贵宾，大家好。台语的部分拄仔是台长负责嘛吼，啊，因为阮是中华电视公司，刷落来阮就用华语吼。不然大家也听了也是蛮累的，我怕我会讲不完，字词讲不完。好，那个非常谢谢那个台语台，然后非常谢谢制作人，然后导演，还有我们非常精彩的这个就是演员的阵容哈。那我们有那个视帝有视后，那这出剧哈，我的意外室友绝对不会意外的，一定会有高的收视率。好，我们就给他最热烈的期待，然后以及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主角，这些不管是制作人、导演或是演员，都能够有最好的发挥。好，谢谢大家。谢谢，感谢老总经理。再来，咱邀请咱规出戏的灵魂人物，哦，唔免看，就是咱4位啊吼。咱邀请咱2位导演，红导演、黄导演上台，也甲咱的王制作人、甲陈小茹一人制作，咱做伙起来来讲一下咱这出戏吼。精彩对，好看对，啊，甲咱拍片的，啊，咱来台顶遮，徛发头前的，缘投的愈缘投，美丽的愈美丽，因为摊仔伊有交代，灯光上水的伫第1排哦，
但是较注意吼，这就离个万众深刻，啊无啦，滚生笑啦。来，咱先自我介绍一下，咱这位来导演，咱先自我介绍咱内底这部的制作工作的人员。各位贵宾，大家好，我是黄俊杰导演。谢谢导演，导演。各位大家好，我咱负责台语，我是导演安佩和。对，制作人。各位好，我是制作人汪秀贤，谢谢。我是执行制作曾小茹。好，咱选利用这个机会赶紧吼，咱就问一下咱制作人，咱这出戏若讲是笑花喜剧，但是内底有一寡严肃的社会议题啊。咱要哪制作，要互咱观众看完了有啥物款的感受？这出戏呢，就是基本上我之前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算是笑话吧，就是呢，他问大家说，就是在双北地区30岁以前如何拥有一栋房子，然后最多人有共鸣的答案是你的父母得有一栋房子，所以这就是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现在在台湾居住不易。那里面呢，其实我们就演了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希望大家看了之后会有一些共鸣，然后希望如果喜欢这出戏，我们真的很用心的制作，请各位今天到场的媒体朋友多多帮我们宣传，谢谢大家。请大家一定要支持啊！吼，虽然制作人已经讲啊，真正徛厝这个所在是一个真大的问题，但是煞来咱问两位导演，人拢讲这趣味，但是咱嘛知影，你干那趣味是无够的，所以内底咱厝头家、甲厝骹、甲其他的朋友。拢有一寡做幼劳、做甘心的剧情的部分，这要哪处理？首先因为咱这道演员的阵容非常的厉害，所以这演员呢拢是非常专业。交伫伊的手头，除了笑花以外，因的真敢戏，然后咱来这厉害举一手的厉害演员来拍一下普声欢迎一下，咱这个幼劳啦。我们是公华医院。那我还是先感谢我们的长官，然后制作人能给我们这个机会拍摄我的戏。那另外就是非常开心这一次跟所有这么优秀的演员的合作。那刚刚提到情感戏，其实情感戏也不只是那种比较有感情的，它也包括比如说我们的小辉导团队。小团队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形成了一个化学变化。像我们刚刚有在预告里面有看到机人杀喜、他家报喜，这些都是我们团队在里面自己卷出来玩出来的东西。包括他们自己在比如说要去外面做业务的时候，会彼此打招呼、他家报喜，然后才离开。这个都是因为演员之间的默契非常足够，也让我们自己在现场拍摄的时候都觉得。算讲拍到一半，甲你收出来就对啊。对。哦，真厉害！咱这道的拍普声来，咱的所有的店长探到到是，准备一下，等下佫有迄个现场的话口号哦，爱背好哦。趁即摆人别咧讲话时，较紧背哦。等下要落菜咯，吼，等下要落菜。我来导演，咱继续来。感谢公司台语台，甲有华视，甲咱的制作人，甲阿配合导演以招我来做厝脚安尼。就敢若阿伯导演讲的，咱足厉害的演员，我每一工伫咧现场上忝的就是我爱啉调袂当笑，因为咱现场拢咧收迄个声音，我笑到咱就 NG 安尼。就感谢咱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甲咱的演员，做伙来完成这个我的意外出发，一定真好看。一定好看哦！来，拍声到谢咱陈导演甲咱制作人同声为个休困一下。好，所以大家即摆吼，真期待嘛吼。礼拜日的时阵会当好好看，礼拜日暗时啊8点台语台10点花絮会当看。但是咱即摆在座现场的贵宾哦，有福啊！是安那？咱先评判一下。刷来吼，咱目睭来看咱的倒手评，投影机任务已经投出来。我要为大会现场的贵宾准备了10分钟精彩的片段，刷来，互大家评判来欣赏一下咱这个10分钟的底片，我的意外厝脚。再来啊！再来啊！今天我要问，我那些睡啊，今天你怎么？我在这地方。
我的，不懂我。哎呦，星星啊，啊你是好啊，啊袂啦。等一个啦。你喜欢做？阿平，恁形容。查甫啊，哎。我甲阿辉有第二个囡仔。阿妹啊，明年就要读高中啊，一定会需要家己的房间。啊，即摆大校大所阁有第二梯，看来看去也是咱上省搬出去啊。咱起码会买厝基金，干啦50万。然后这个月无开了，够3000块，所以咱即摆基金我是50万控3000。加3000块吼，咱也是连平数都买不起，还细厝，有算嘛，加加干那1万块尔。我想，你是啥？啊，朋友成的一定会成我卖厝的呢，要找一间好的厝来做，敢有这困难？能三四，上有诚意；能三四，处处满意；三能三四，配合欢喜；四能三四，盼家冒喜。懂嘞，你搞懂嘞，你咪听懂了。来，这个月冠军同款是你哦，3斤呢啊！你真正是我的妈祖呢。谢谢调调。第2名，准备你嘛袂歹，小豆包1斤，加油啊！继续拍拼。准备水啦。是哦，啊你咧，你是惊悬还是？我的天赋比较较特殊啦。我感觉毋是天赋的问题咧，你的业绩嘛有问题。人拢是向顶悬咧行，干你是向下骹咧走，你是杜军啊，还是安那？店长，我高拍命。我拍拼，你是拍去倒位啊？拍到客户拢往心拢还袂升高，人是升高3斤，你是3个背包，我看你去卖零骨头较紧。2摆啦。好啊，店长莫去甲骂啦。啊，其实有想哦，佫有一个客户啊，林美春啊。对。啊？你佫伫咧替伊卖厝？对啊。大家看到伊哦，走敢若袂啷讲伊是歹命投地，下年老妖精。伊的厝敢若卖半年，伊就把咱附近所有的业务拢得死了。我讲我的厝哪一直无得出去，原来恁敢若要出一支厝啊？李小姐，你今日是来找友情还是？你家己看看，隔壁表较换卖，人已经卖厝，恁到底有认真咧甲我卖厝啊？有啊。等啊，恁是拍算偌济钱税厝啊？差不多1万左右啊。安尼我8000税恁。8000？你讲这8000？啊，无5万。税8000，你敢咪叫我骗啊？我有家己的变数，我有家己的厝啊。咱小久无同你芳啊，做鸟。我是鸟。我是好。我要甲你放假，咪毛毛。来啦！啥？你要甲阮大做伙？我高雄迄间厝，隔壁咧请一个厝，乌破阮兜的讲，害我就无法度去住。3个月后，我高雄的厝整理好势，我就会搬过来。你来出厝？还有顶悬根本就无写讲阮姑要甲厝头要做伙住。若是要做伙住，我会当接受这间厝的公共空间，暂时共咱使用一半。像伊这款的查囡仔吼，伊家己是绝对袂吃亏。结婚了后吼，你红线嘛先向牙啦，到尾手都嘛离婚。不怪，你两个斗阵10年啊，还袂结婚。
你讲这是啥物意思啦？哦，我要来困啦。即摆已经超过10点啊，你若是甲我吵着，我要打电话叫警察咯。哦，我袂记，你上爱叫警察啦哈，哈哈哈哈哈。过3个月，过3个月。我最近有一个客户，伊拢是一个人诶，但是伊拢咧看迄4房2厅诶厝，够新鲜诶。我今日看电影嘛是呢，共一个人买4张票，伊讲伊无想要甲找个人坐做伙。哎呦，你这嘛足怪咖诶呢。农民伫遮，我有同款诶冷门兴趣。李青怡，你足合我宣布诶条件呢？李青怡是坐我诶车转来台北诶，伊无甲你讲吼？咱做伙超过10年呢，你竟然因为琐碎事讲话几句话，就无相信我，起码无想要看到你。啊，咱人吼，鼻目嘴吼，拢是向前的啦，哈！你吼，你行路要安尼，一直回头看，一直回头看，你行路袂去碰着壁哟。敢会当莫想？你若是要爱我从李青怡的碗底哦放喺倒底，安尼你就去家找倒转来啦。啊，是停电了。啊，你行林律师到做伙感觉是安怎啊？哎呀，伊看起来有够歹斗阵的。生日快乐！其实吼，伊人也阁袂歹。厝税安怎？生就上8千。厝税算只小好，你有啥代志要跟你做对无？无喏，所有代志吼，拢是阮一人一半。除了吼，平常时伊伫厝内吼下饭互恁啊，还钱伊无法度困。啊，你是袂歹啊嘛。对啊，想到啥？所以我咧讲吼，恁进前吼对林女士偏见，有淡薄仔伤超过啊。你讲爸啊，我想要甲这挂人加斗阵一段时间，我想要将这挂人的面拢放伫我的心肝内。啊，咱也无可能永远大斗阵啊！啊，本来就不永远这种代志啊，是你甲我讲的呢。讲人就爱安尼向头前，袂当安尼回头看回头看，安尼弄着病呢。啊，毋过吼，咱较安怎亲哦？咱嘛毋是一口罩，我也无可能叫你甲我照顾啊。林律师，林大出律师，对嘞，迄头我是安尼啊。是安怎买厝就是一定要结婚？是安怎买厝就是一定要结婚的？就是，你到底看偌济？300万，200万。对哦，真正是300万，哦，你交伊哦，你用成本套就无问题啦。交互啊？喂，唔使。你是咧调教诶？你要想清楚哦，你日子无好。我哦，你行棋拢爱用准，你做人哦，见面就使就滚啦。真惨，我袂记忘记啊。我拄才求了呢，我都随等着你啊。爱我替你处理你的厝。啊，这毋是到底讲的意思。恭喜！这种我感觉你足明显呢。不要。刚刚亲像林志玲同款呢。厉害，真正厉害。哎，有几客哦？无啦，这阮妈啦。晨晨，你真正是趁大钱啊呢！你连苏永林都有啊！啊，我是都有是苏永林啊。大家是感觉10分钟无够，对无？一点无够的嘛，对毋对？我看大家吼，含演员家己吼，头前看甲笑甲。后壁目屎就要连落来，当然后壁即个使用员一出来，大家搁伫遐笑。所以礼拜日暗时啊，会记啊8点
台视、华视即个公司的台语台，甲咱华视的频道拢会咱看到。啊，当然无够，咱即摆请演员起来，来甲大家讲一下，伫咧剧中吼，咱到底演什么角色？好，咱首先邀请的就是咱团队内底看上这边的啊，厝头家甲厝脚，来有请咱的姚顺尧、安静兰、尤丽英三位进来。厝较大，但拢有牛奶啊，安请。咱徛中吼，啊徛较头前嘞，啊遮灯光较水，吼，像啊较注意者，安尼吼。好来，咱来先讲者，咱三位伫个咱安怎看到剧中演啥物款的角色来？你先讲。好，大家好，我是姚顺尧，我伫个内底演的是朋友型，一定会成，一定成啊，一定成啊。是啊，对。我是尤丽英，我逐暝我的意外厝骹内底，我搬的是一个搞怪的厝头家。好啊，各位厝头家来，进来。大家好，我是杨静兰，我伫我意外厝骹内底搬的是一个赤爷爷的查某囡仔，是一个小来设计师李晴怡。哦，我声可怜者，所以吼，我甲大家上一个课的吼，厝头家、厝脚，啊厝脚是男女朋友，交往10年啊吼，无对吼。啊，咱顺尧啊，其实内底是卖厝的，卖厝了爱创啥？设来设计装潢。所以是咱正人，哦，所以因卖厝成功无，设来设计生意有做好，厝头家拢真真啊看，你知影无？厝头家内底拢会出主意，所以讲咱是一个全部拢台语，哦，咱来讲一下来顺啊，即个安怎准备？你内底演 blogger 就是卖厝的业务员啦，这专有名词真多咧，安怎准备？准备的是吼，就是剧组先替咱找一个这专业的房仲，然后真正咧卖厝，去上课安尼。啊，你迄个牌包仔惊无拍来？啊，我内底有牌包啊，内底有写这啥物厝几平，一平几万，总价偌济，位置伫倒位，非常专业啦。哦，啊来演即个女朋友是咱正兰来讲者，正兰是真久无去演即个台语出啦吼。安怎准备？安怎准备？台语字其实对我来讲，我感觉每一摆我讲台语，就有一款互人宠爱的感觉。嘿，安尼哦，安怎讲？因为我的阿嬷甲有阿爸，其实是会晓讲台语的。啊，毋过每一摆我讲，因都会甲我讲，你真正就臭龄呆，莫讲啊，莫讲啊。然后他们就会讲国语，就配合我讲国语。啊，你即个演员你有难拖出来啦，叫人听你讲。下面我听无。那现场翻译一下，这一次有没有强迫他们听你讲里面的台词？我感觉好你家在即摆有一个演员叫做李有顺，好你家在有伊，我是阮两个人是放牛班，我拢听有，这破的啦吼，大家知吼，你一听知影即个正南即个日语讲叫袂歹吼，日语真正讲叫袂歹。好啦，安尼后届搁要挑战全台语的演出，后届。当然是爱，因为我会感觉就欢喜，大家拢就有爱。就有爱啦吼，哦，台底有听着啦吼，伊讲搁要试看卖啊啦，后届有机会咱搁做一个吼。好啦，感谢啊，煞来咱要介绍咱正中主位无简单哦，厝头家，其实毋是厝头家，这叫做世界迈阿密大师，你知影无？对欧洲甲请来，你知影？你迈阿密无20亿，买30亿啊，是毋是止啊？差不多啦，我是安尼感觉。啊，你厝里搁10几支啦吼。嘿啦。来讲一下，咱厝头家做爱求迈阿密的。因为吼，伊有一寡需要，所以家己开始迄个yoga，就是那个瑜伽，啊，搁家己咧迈阿密，他是为了要让自己的活化，让自己的神经活化。有钱有时间啦吼。嘿啦。啊，敢会当安尼伊出8000嘛吼，啊无我出18000，我甲你算，啊你莫求迈阿密好无？无可能。无可能啊。好啦，好，8000你就使来吼。你看即款厝头家真好，厝骹遮尔好运，8000你通有看到无？迄个厝8000啊，买落厝啊，是美金哦。有所不低啦，我是要叫人来甲我斗顾厝啦，啊歹势啊，怎啊加减8000税？哦，安尼我误会，本来是讲恁两个趁着，叫到底是趁着咧。有啊，我嘛想讲要看因爆米香，你甲看。爆米香遮尔啊古锥，我就想要食内底米香。啊，
好，大家想要知影彭丽芳啥意思吼？礼拜日暗时爱准时收看。来，感谢三位，感谢各位。来，请。哦好，即摆要先翕相 ，OK， 来。好。中间，赶快！来看一下中这边。来，这里。来中这边。来，架手边哈。来架手边，来再看一下架手边镜头。好来，上架手边来这台。好，回中间。哦，中来。对，动一下，动作快。好，大家把握时间。中间，压抑的中间。咱请到这个摆大师啦，所以大家拢希望要翕相啦。下一段。都有了哈。好，来感谢三位，咱三位回座去困一下吼。煞咱要上台来要请啥物人吼？卖厝的来看到咱的。店长举手，啊，甲咱即个丽婷、伯伯，甲冠仪咱就来。这叫做上好大，这卖厝，这是一间公司。4位呢，包括店长甲3位员工、3位业务员。来，咱行较头前的吼，头前的灯光较细腻的哦，灯光较好。好来，介绍一下，咱局长演什么角色？你个带头啊！你袂记得了？建军，我是店长。店长啦吼，上大。黄建军。黄建军来。大家好，我是伯伯，我伫我的厝骹，我义务厝骹内底，我是搬一个角色号做谢美凤，啊是一个 top sales 安尼。美凤啊，做老卖厝的啦。来。大家好，我是陈丽婷，我伫内底是演上好大的秘书，叫江文玲。来。大家好，我是李冠杰，我所演的角色是廖俊斌，伊体质有淡薄仔特殊。对，伊的体质真特殊，但是即摆袂当讲，礼拜大家看就知影。好啦，咱即摆拍片，咱算共一间公司啊，去做店长。这个店长听讲做当生的对无？对。是毋是安尼？啊，有请恁啉咖啡无？啊，啉啥物咖啡？就是啉迄美式的买一送一的时阵，伊会请阮啉咖啡啦。哎，足无欢喜的吼。系啊。啊，摕100箍叫恁买4杯星巴克，这讲对。啊，你讲对，迄拿铁佫袂使啉的，因为迄有加有啉啦。好啦，店长来，咱讲一下咱局长吼，恁啊准备就是这出戏。准备这个戏的话，基本上，笑什么？讲国语怎么样？你们现在看到是 AI， 刚刚讲的多辛苦啊！你们现在看到是 AI， 所以他其实是讲台语的。对，这个角色跟我本人哦是无违和，就是完全符合我的生活条件，因为我本来也就是比较节俭、比较当生一点，但是为了戏的需要，基本上不用做功课。哎呦，你本人的对吧？本色演出。哎呦，对，而且我也是基本上剧组里面唯一一个会把便当那些东西全部带回家的人。对啊，我是本来就比较节省。无怪啦，做店长就是勤俭啦。来，美凤啊，来，安那卖厝价，我都想你变做 top sales。哦，其实呢，阮伫个这个戏要搬进前的剧组呢有叫咱去迄卖厝的所在，就是迄个公司啊，有足侪厉害业务带阮去看厝，阮就是嘿，就是安尼学啊。你有看了干脆来买2栋无？我是无遐尼侪钱啊，就是看看尔。看。啊，毋过因为呢，我爱演迄 top sales 嘛，这就难的，所以讲我私底下呢有偷去看厝，看2、3间，看别人是安怎卖，安尼家己偷学起来。哎呦，真用功啦吼！来听。安怎准备咱这出戏？准备这出戏，其实我的台词无介济，但是就是因为秘书拢伫柜台后壁咧无闲甲做代志，所以我就是伫遐偷听啊，
有时阵爱上看伊咧创啥，哦，采无简单。机会甲伊吐一下。突一个吼，啊，我会甲你建议啊，以后你电脑的这个密码爱想好吼，听无对不对？翻译一下，电脑的密码要收好。我哪会有哦？因为我是你边仔迄个啦，来讲一个，我来讲一个。哎啊，我哪准备的啦？咱袂当剧透，吼，安怎准备的？压力足大。我因为甲大家讲共款，就是进前拢有先去上课，有足侪迄真正足厉害的 sales， 就是带阮去看厝，讲有啥物撇步会使推销这个房，推销了吼。好难。对，然后回来之后就是简单的做一些文本的资料，然后就是还有居民这个角色体质比较特别，所以就是揣摩一下要怎么呈现这样。安尼啦，哦，真无简单，拍下鼓励一个。这个戏其实说真的，重点并没有在房子上面，我们重点在人的上面。对对，这个人情的感觉。对了，买厝中间发生的人情世事啦。小小的一个中间的一个桥段，它实际上是人跟人的感情。对，所以再一次请大家礼拜暗时啊收看吼，来回家上的咱四位，用这时间看述一下哦。来看一下正面这边的啊。来这边。好，来感谢咱上好大公司四位代表，咱这回做伙负责。再来第三组要邀请就是咱的古水的厝边啦吼，咱只邀请咱的游历游大哥陈浩轩，甲咱调研。来，咱请遐三位介绍一下咱剧中的角色来。大家好，我是陈浩轩。我伫个我的意外厝骹演的是朋友型的妈妈叫秋婉。你会当搁讲一遍无？你演啥物？啊？朋友型的。朋友型听起来。伊妈妈。你这个会所演妈妈，这导演你安尼讲对，这不是演技啊吗？因为我真少年。你非常少年，你不是真少年。对。是伊啊！啊，你这未成年就有心啊！后一出我要拍这啦。啊，国中哦。因为我是一个非典型的妈妈，对，所以我演起来其实还蛮开心的，就是可以把我平常就是跟我完全相反的那一面演出来。然后很庆幸，因为有老师录台语的台词给我们，所以就比较可以演得自然一点。不然，像我们有时候拍戏会想要有点即兴，我在这个戏完全没办法即兴，因为很怕讲错话，所以有时候我儿子突然讲一个什么跟台词无关的，然后我就会愣住这样。真无简单啦吼，一边学一边拍片啊，吼。杨大哥，我在这个戏里面演一个有房子，去拜托中介，但是。其实我是无想要卖无想要卖的原因这袂使讲，请看剧。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这个戏这样子整体这样子走下来，其实它真的是有笑有泪啊，规个会互你感觉讲人间其实是这样子，咱一般人的生活，这种是你身躯边随时拢看会到的代志。所以讲，虽然讲真平凡，但是平凡中的特殊，这出戏我感觉一定会足好看。请大家时间到，一定要多多支持。多多支持啊！来。
来，欢迎来咱讲一下。嘿，大家好，我是周玲。啊，我伫我的幼儿厝卡内底啊，我演的是雅慧。雅慧是青怡的大嫂，也是好姓的水某。真无简单啦吼，大家拢将这个台语的剧场做一个上好的发挥啦吼，欢迎三位。咱现在煞来咱翕写上的吼，咱小可看一下中的一番。哦，感谢咱参与鼓舞的助兵，咱先好，咱即摆煞吼，精彩要颁奖吼，咱请咱两位长官准备吼，咱台球甲总经理要颁啥物奖，等下有做过兵人可能有一寡印象，咱请即组，咱请咱的即个所谓的主要的三位，除了咱的厝头家阿春怡啊。甲咱的友成，甲咱青怡，咱上台要颁奖啊吼！颁奖爱准备啥物咧？咱请咱老总来准备一下，请咱台长来做伙吼。来，咱三位受奖人先上台，只下咱徛中，较头前的，对。咱请咱交通人员准备即个红色的派带，咱台长遮嘛红色的派带。这红色的派带，有人想着讲伊要做兵啊嘛？这一派爱派一礼拜、一个月，毋是啦。这就是要希望咱的收视的甲这红公红共款。咱等下当然，首先咱有一条，因为厝头家较大尾，厝头家家己派上古水的处拍声鼓的一个，这算高票当选啦。哎啦，咱镜头看一下吼。煞咱嘛请咱台长甲咱老总的来搬这红色的派带，叫上古与厝骹。希望这派带一派去了吼，咱礼拜开播了，咱这收视甲这派带共款，红收视中红。
手高一点，高，对，大一点。对，中上，好，上。来，两个坐中间，来。右边。来，左上视线。不敢太靠近，不然靠近。来，扣球，来。不要，动作大，往上举，对，都注意往上，很好，可以，不要赶快沿着来，来，边脚沿着来，来哦，OK， 好，咱请大家老婆一下，哦，煞咱要做伙吼，咱请演员，所有的演员啊，麻烦就来一个到咱的这个上好大马里奥，你即摆还要上大的时间到，哦，我各位先去上哟。右边，谁要在右边？这样好，好，来，我们世界右边哈，右边，世界右边，我们一起好，世界右边，好，世界，回中间，这边哦，这边哦，左边，好了，我们左边哦，左边来，左边，好，最后回中间，好，再回中间，世界再回中间，快点，来，现在好吗？右边，最右边这个，背带露出来。好，回中间，对过来。好，上，好来，好来，咱三位声了无？咱所有的演员、所有的工作人员，才包括咱的为中官，煞要开始画考核啊哦。哦，你要做草啊，要1、2、3、4啊。马里奥伫倒位？马里奥车骑出来。来，我站这边了。哎，对，咱等下吼，即个刷来即摆上大的是咱店长，哎，上大的是咱店长，袂使，店长爱伫头前带啦吼。来，店长来传咱全局内底吼，一直听到的口号。太低了啦，会不会太低？做成本太低。先口号，等下再看。咱先画一下口号一下，吼，咱先画一下，等下翕相哦。来，来，马里奥你带头，大家注意听哦，对你讲哦。每个人看到我，每个人要看到我。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好，先入好，然后我们看中间了，你看视线中间了。谁呀？上无生意，第一句，第二句，大家满意。拍照的蹲下好吗？拍照蹲下。白色 T 恤的，你可以蹲下吗？好，咱时间把握一下，来画一下口号哦，来。好，口号。技能三是上有诚意。人家我要讲第一次啦。互伊示范一下，互伊 demo 一下啦。技能三是上有诚意。预备起。技能三是上有诚意。两三是大家满意。两三是大家满意。三三是观众满意。三是观众满意。四三是探价报喜。四三是探价报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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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喜。哦，感谢大家，请大家好礼拜日暗时8点台语台10点花市来收看我意外出头。前面有个标语就好了，好 OK。
到人哦，可以打到人哦。OK。来，这台。那个排长的那一块低一点，让排长的脸出来多一点，来看正面啦！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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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谁？这来。第二个，你帮我把我的室友你来拿。对，那我六的脸出来。OK， 来。OK， 来。好，都有了吗？右边。都有了吗？各位，还有没？可以，都有了，好，谢谢，下一趴。我的腿在发抖。来，举手。拿一张就可以了。可以掉了。哎呦。再过来一点，这人保。那谁？穿黑的到这边来，到校圈的这边来，你到校圈这边，你，对。他整个正面往这边一点点。OK。好了。可以，这样可以。然后靠近一点点，然后不要在那抬上去啊。没有。在台上的机会就你好，我们来，这可以吗？来，这台。来，中间上面这里，有，来，开心一点。耶！好，谢谢。来，朝向好。右边，看一下后面好吗？右边，回上。报喜！来，这台，中间那个，看一个，报喜！来，白色相机，看个报喜！门中间。